其实这时间嘛，伫英国按sen期，嗰时节是有读歌曲啦，因为我爸爸当好读歌的，所以从小就有读歌嘛，当好唱歌的。后来到2年生的时间呢，因为我妈妈送我一台电子琴，我就开始教。了嗰时线上教乜个歌啊，我思维转去弹。嘿，自家弹就当sen期。咁讲到了写歌曲，係因为到5年生的时间哦，有一个歌手啊，叫做王力宏，就当崇拜，有按染到有嘛，就歌有按好听，而且当上一家嘛唱做得唱机按先，嘿，所以我是想讲，我嘛来写看歌是开始写咧。咁因为王力宏嘅歌曲哦，嗰种曲风非常嘅多，所以弹起来歌可能嘛有影响啦，是我自家嘛会当上去各种冇同样曲风嘅歌曲，所以今年呢一开始我是想台湾大家一首下轻快做得跳舞嘅歌曲，歌名嘛攞跳舞有关系上到 Let's Go Dancing， 希望大家听到呢做得拉强下跳舞哦。其实我从一开始写歌曲是写客的，当因为我爱工作嘛，一开始是会写客，写到紧，他那个写客用写翻译，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翻译嘅市场下台，就嘛爱想去做。其实我一开始写客语，我嘛冇想当多，因为客话对我来讲是从小讲到大语言嘛。
一出世时个，一出世时个客家种啊，从小到大，过咱要较会念，也学校的先生、老同学全部都讲客，所以对我来讲，讲客是比讲法语较那吃菜嘅一件事情。当然，唱歌嘛同样，我知道唱客和个写客对我来讲，我合作得去。表达我上爱讲的东西。沙克里我上爱老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19岁的作品，叫做《新年》。爱的爱有别让我面对，可是从离开的当多年人，爱就不愿意讲，以为时间。某一天的风是一分，多么亲的海水都赶过来爱变走，月条变铁的船，浸落水都变粉。爱是你，爱不想你接受，冬天当冷泪是对的爱你。是的爱，可是跳那分，爱是你，爱紧紧那温柔，唔提我拥抱你给就好。幸运哦，幸运，可能系最放心的平静。水都变粉，爱是你，爱不想你接受。冬天当冷泪是对的爱你，不停写的爱，可是跳那分，爱是你，爱紧紧那温柔，你爱拥抱你给就好，幸运哦幸运。放心的平静。新年呢首歌曲是我在19岁时节做的歌，该同时呢嘛是天意界的母语的演唱音乐比赛该首奖的作品。该新年呢首歌曲其实大家写讲，因着音哦创头袂有嗰种
无法跨越心灵这道墙的时候。其实你心灵的两件事情，该冇乜解，可是该当下你所求当讲因笑。还是想讲，咱中间有按到了种个时间啊，上了记写下来，一方面嘛是一个俩成长过程的一条心情啊。该新人从睇写下来，二首歌曲都默解错咧。二首歌曲系18岁的时阵，其实俩两首歌曲的时间差唔多。默解错咧系收录在我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嘛系第一届嘅模拟演唱音乐比赛嘅同样受奖嘅歌曲，连2年嘅啲作品都拿到受奖。嘅默解错咧呢首呢，主要系写了感情嘅事情啊，是讲当你可能当好了解人嘅时间。你等到嘅回应的时间，会有用乜嘢心情？虽然讲默解错咧呢首歌，弹起来有啲轻快。唔係講當悲傷嘅情歌，可是佢當中又帶到無奈感覺。希望呢大家嘛會喜歡呢首歌曲，希望大家默解錯咧。吹起了有啲凉，好像愛情經的優秀上，當愛當當你所講的事情，可能你感覺唔到得了邊，又將因為你傷心，又將你難能吉他彈得該求。双星穿的金球。
减少，面对该难题，不应该发挥声音，伤害了吗？应该心才不得不够，越祈祷，应该越是越近，不能爱该梦水发出。就用一随时间，就用一随时间，爱的未当好，就继续告自己前。就用一随时间，就用一随时间，爱的未当好，继续告自己前。爱梦对已讲出再见，因为爱该靠讲出就用一随时间，就用一随时间，爱的未当好，就继续告自己前。就用一随时间，就用一随时间，爱的未当好，继续告自己前。爱上爱是梦呓，这黑夜还爱莫思绪，我用伴下去，也不想伤你该心，伤害了爱掉个心，才不得不够。今天继续聊首歌曲，其实写的是一种两个人共下的世界，可能当好对方，对方嘛当好你，可是有时会因为别的原因，可能是无合的人啊，或是梦想啊，你都会有的某个时间会本两个人像讲，虽然因到当好对方，可是感情无法度继续行下去。雅君，你觉得你谈恋爱的经验很丰富吗？若是讲剧白的话，无当倒白啦。不过除到，不过好也是坏吼，也白是哪嘞？虽然讲当下还有平手的时间，因为除到当唔爽，当闹个概念。可是呢，事情过了以后，我会发觉到自己的成长，还有你对当到事情的看法，嘛会冇同样。
当然，我伫咧感情当中呢，有拄到唔好的事情，我嘛有写编选歌曲，咧首歌曲上都责任，还是写讲对咧唔欢喜嘅感情哦，做一只发泄到抗议。爱陪你，爱陪你，你所有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不爱上你该都够皮，爱输了你的那个欺骗的梦出现到爱面前的爱。Is you，让爱来自由。在你小小屁屁，爱很近，你不对都该把你，爱不来，糟糕不给伤害，糟糕不给伤害。你不是善类，因为爱叫你累，找你一点你该放心结，你该心结。你所有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不能说你该的过意，爱输了你那个欺骗的梦出现到爱面前的爱。It's you，让爱来自由，在你小小屁屁，爱很近，你不地都该把你，爱不来，糟糕不给伤害，糟糕不给伤害。从基本嘅唱嘅歌曲后，嘛当到了情感嘅歌曲。咁我知道情感嘅事情对大家人来讲，佢会有冇共样嘅人生嘅一只累积。咁我像最重要嘅係講，你在了搭團嘅感情當中，你做得學到乜嘅？或者你做得去想講，你認為了團感情，你變選用扮新嘅人，你係咪做得用一個選為很好嘅人？係我像咧係
对囡来讲，谈感情当重要的事情，咩讲因根本嘅失恋呢，因是像一家内为唔好啊样办，其实唔系一家嘅问题，当然嘛做咩怪撇啥啦。
我很惊讶，就是说，海陆腔的客家话可以跟节奏蓝调结合起来变这么好听的东西。我第一次听到那个亚军的作品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受到很多黑人音乐的影响。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Steve Wonder 啊什么？”他说没有，我只听过王力宏。就是既然就是他只听过王力宏，但是那个整个节奏蓝调灵魂就进入在一个北埔乡下的一个小孩子的灵魂里面，就很奇怪，他有那种黑人的灵魂这样子。第一次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帮他录音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困扰。他的 demo 啊，他每一个音 demo 都做得漂漂亮亮，已经跟成品一样，每一个音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他不希望人家动他的音。所以我们去弹他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太人类能够弹得出来，就对了，对啊。所以你是外星人。有一次就是8点档那种，就是那种星光大道那样的节目，要亚军那时候刚得第一次的金曲奖，要求他唱某首国语歌曲，后来他就说我不唱。那制作单位一直怎么就是百般要求，他就说我只唱自己的歌。后来就是那么红的节目的那个制作单位要求，一般的歌手、年轻的歌手一定会听他们，对，答应他们要求。他就是坚持他只唱客家歌，结果他去唱呢，把那个魔王干掉。他只唱自己创作的音乐，觉得他就继续做他自己，就这样子继续下去。哎呦，对不起，再一次。给月亮的歌是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的。那这首歌主要是写给我以前养的一只宠物，它是阿伯鸭子，然后它的名字叫阿蒙。那2006年的夏天某一个晚上，因为我很节省啊，所以这就很节省啊，你知道，就是在都北部冻伤啊，对吗？然后呢，晚上我开冷气不会开整个晚上，我一定会定时可1个小时之内它就关了。那热醒之后，我就有一个自然的动作，就是去开窗户嘛。然后那一天晚上的月亮非常的圆，非常的亮。我当下看到那个月亮的时候，它整个月光是洒在我的房间。突然间想到这个宠物，因为它已经上天堂了。那阿 moon 虽然它是客语，但是 moon 跟月亮的 moon 就是英文 moon 是谐音，所以我就用拟人法的方式写下这首歌，是送给阿 moon 的歌，跟宠物之间的那种很温馨的情感。希望有养过宠物的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动。
双的爱推开门，夜光中有心事，走的爱结束。你的心梦都黑润，可惜你从伊不言不愿记得记得，啊我心梦为你去装箱，的像你发面的容易的故事感。虽然爱有你，假装莫是可能爱，爱你的模样太贵呀，不马该爱用你的将迷笑。虽然爱有你，假装莫是可能爱，爱恋你的模样太贵呀。半夜2点15分，拄好双的爱推开门，夜光中有心事，走的爱结束。你的心梦都黑润，可惜你从伊不言不愿记得记得，啊我心梦为你去装箱，的像伊发面的你的故事感。虽然爱有你，假装莫是可能爱，爱恋你的模样太贵呀，不马该爱用你的将迷笑。虽然爱有你，假装莫是可能爱，爱恋你的模样太贵呀。讲因你莫来拜访，爱恋爱上伊个都做的。爱你结束，梦梦梦。一、两、三、四，开始。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总系本一家卡都大家去。爱情是修啦，大无对，哦，大无对，爱无爱，你做得呼呼呼呼呼，巴啦啦呼呼呼呼呼，巴啦啦呼呼呼呼呼，做得不爱你该修。梦梦梦，好，爱慢地结果，只可能见好甲下不爱是个力量，莫是一转内容的真相该复习。哦，爱梦梦梦啦，无人就袂老的面点的爱无爱，伊做得呼呼呼呼呼，巴啦呼呼呼呼呼，巴啦呼呼呼呼呼，做得不爱
创作其实该动自然的事情，所以该灵感落的时节，我该脑，我的心当中会有旋律。可是有旋律的时节，每天会有歌词嘛，该我是会先唱一条奇怪的歌词，奇怪的英文，这个是在钢琴前面然后唱，主要是做得到曲记录下来，都是词呢，我讲来写。所以我像该种嘅创作，当下来讲係非常自然嘅一件事情，我當上去強迫自己去寫歌曲。該最尾咧，我上上本大家嘅歌曲係我你寫出頭嘅時隻作品，按到不然不遠。兩首歌曲大家看歌詞可能會想講係一隻視察嘅當簡單嘅畫面。我的視察嘅畫面當中，我可能想表達嘅一件事情係講，大家嘅深度都會有一隻當美好嘅世界。我是想用歌曲吼，來鼓勵大家講，用應該世界其實是得挑戰的，係當近的不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聽呢首歌曲嘅時節，嘛做得感受到我想要表達嘅一種上接近美好世界嘅感覺。的侥幸该반찬 속도有点慢下面重新该习惯真是不难但我自己该对战一个茫然两条线不该期盼莫分两种会思念的侥幸该반찬 속도